谢怡君的歌。好，那在这下歌的时候，你就遇到一个连音的，好，所以你要快一点。徛在，就这么短哦，徛在。好，整句来，徛在咧等我，来。好，这个咧等的咧，它有一个二声的 a， 然后抖音咧。不是刚刚咧鸟，是咧。好，来再一次哦，徛在咧等我。暗当的暗有啊跟啊跟闭口音，当。好，那个当呢又有转音，有两个就对了啊。来，你听看看哦，当。所以你会总共会唱2次啊，2次哦，好吧，把你掐出来能盖。好，来整句，徛在咧等我，暗淡的空气，来。不错哦，来再维护快一点，维护对你。对你，维护对你，讲出再会我想你。再会，还要有一哦，一不是再会，再一会，一，好，来再次，再会，转音，我想你。非常好，来加在一起，维护对你讲出再会，我想你。下面有一点可怜的感觉要来了，目睭紧紧看你。好，来，这个目睭紧紧的紧紧非常重要。目睭紧紧，它有一点可怜，所以它有一个闭口音，紧紧，不能唱。目睭紧紧，紧紧呢，不然呢，你的眼神会变成目睭紧紧，也就是说死不瞑目，跟那个可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你不要唱紧紧啊，那种感觉是不好的，很冲啊，很难听，不好听，柔一点。目睭紧紧看你，有点可怜。看，一看人结婚，结果那个女主角不是他，他在外面看着他在跟别人结婚，很可怜，很可怜。你要有那个想象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来把它带进来。目睭紧紧看你，来。一拜天地的画面。一拜天地的画面。好嘞，这里的连音它不是放在 T 的2个字哦，是放在哪里 ？A 2个字，所以 T 它有拉了一点点的抖音。一拜天地的画面，然后 A 要转 A，2个 A 这样子 ，OK 哈，好来整句。目睭紧紧看你，一拜天地的画面，换你。来，下面又连音了，敢不像我这爱你。这句不错哦，转2个啊就好，加。好，你要唱4声哦，加爱你。好，下面，如今对我的爱。好，来，这边一般人都会这样子唱，如今对我的爱，大家都会唱 A I 而已，它其实有转2个 A。如今对我的爱，好，这里要转哦，有点快，来，我们试试看。如今对我的爱，
所以可比无情天。哦，不错，无情天，非常好。来，我们从头一起唱一次哈，来，徛在你等我，唱到无情天，一起唱，来，徛在你等我，暗淡的空气，为何对你讲出再会，我想你。目睭紧紧看你，伊摆天地的画面，敢有像我这爱你？如今对我的爱，可比无情天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到副歌啊，无情的人，我问你来，无情的人，我问你。猛力它也是连音哦，哈，好，然后力要唱四声，会有一点重，因为它是四声，又是那个往下的音哈。好，来，无情的人，我问你，很好，问你爱是为什么？好，这个爱没有问题，但是为什么的为要转两个音。为什么？好，然后那个为什么的咪要是四声哦，咪。好，整句哦，来，无情的人，我问你，问你爱是为什么？来。好，来跟大家讲一下你们的差别在哪里？听起来的差别在哪里？你们的朗没有收回来，好，力也不够一，听起来会是这样。无情的人，我问你，问你爱是为什么？这样平平的，有没有？然后都粘在一起，该收的地方要收。无情的人，就是在这里了哈。我问你，一收一，好，来再一次。无情的人，我问你，换气，问你爱是为什么？来，换你唱，无情的人，我问你，问你爱是为什么？再来，收回来一点点。你也有意，我寸金星伴袂。瓜村的瓜村两个字没有连音，很多同学会变成瓜村就过去了，没有，它是在金星才是连音哦。哦，你也有意，我村金星伴袂。所以你的瓜村的瓜要有啊，瓜村啊，来，你也有意来。非常好，下面一模一样。无情的人，我问你。好，下面猛力的力，它是一个高音，跟刚刚不一样。好，来，猛力爱，猛力冲上去。猛力爱是为什么？很棒。你选择伊，何必甲我来打电？来，好，来这里，何必甲我来打电？好，来，镜中的月欠一气。水中的鱼无烧钱。好，这一句有一点低，正常的。水中的鱼无烧钱。
好，来，鱼有几只鱼？啊，有几只鱼？五三只，加那个国字的鱼是3只鱼，所以你要要转3个音，好不好？来，水中的鱼三只，鱼无小只。不错哦。下面为什么？啥啊？为什么？你将感情当作戏，做戏。不错，好，来，我们从无情的人唱甲当作戏，啊，整句哈，来，无情的人，我问你，来。问你爱是为你啥物？你也有意，我存今生伴袂伊。无情的人，我问你爱是为你啥物？你选择伊，何必甲我来答辩？行中的袂欠一气，水中的鱼无小只，为什么你将感情当作戏 ？OK， 好，那就是今天的播金郎，我问你。